嗱，今年嘅婦女節咧，廣東嘅天氣特別清朗喎。你知唔知啊？2025年全國女性就業人員佔比咧，已經係達到43.5%噶啦。嗱，呢個數字嘅背後咧，就藏住無數女性嘅職場突圍故事喎。咁廣東嘅女企業家咧，就唔止撐起半邊天啦，更加係全球商界嘅耀眼明星啊！福布斯2025榜單顯示，廣東女富豪數量連續5年全國第一。其中黃來春由富士康流水線工人力責為科技巨頭嘅掌門人，帶領立訊精密成為蘋果核心供應商，市值超過3800億㗎。嗱，佢嘅工廠用 AI 質檢系統，將良品率咧就提升至99.97%，連美國嘅連線雜誌都話佢係製造業嘅傳奇啊！咁香港嘅鄺蕭興咧，呢位新鴻基地產嘅隱形掌門人，通過家族信託持有公司47%嘅股權。佢嘅投資版圖就橫跨地產基建，更加將家族基金嘅30%咧就用於大灣區教育公益。單單深圳前海嘅學校項目就捐咗8億啦。而澳門嘅何超瓊咧，帶領美高梅中國喺內地嘅文旅項目，連接待遊客超過2000萬人次啊！佢提出嘅文旅加科技嘅模式，令到橫琴嘅文旅收入咧3年翻咗2番㗎。呢啲商界更覺嘅故事，展現咗大灣區女性嘅獨特智慧，共同構成咗財富創造嘅多元途徑啊！深圳南山科技園嘅華為實驗室入邊咧，38%嘅工程師係女性。呢啲女科學家研發嘅5G 毫米波技術，令到中國喺通訊領域領跑全球。而麥肯錫嘅報告入邊顯示咧，中國企業董事會入邊女性佔比咧，就由2015年嘅12%升到2025年嘅28%。呢個增速啊，係全球嘅2倍啊！抖音電商報告顯示，廣東女性創業者嘅數量咧就連續3年全國第一。咁佢哋嘅創業領域咧，從傳統嘅零售拓展到 AI 應用、生物科技等嘅新興行業。嗱，以上我哋提到嘅呢啲數字同故事咧，就唔係靠口號嗌出嚟嘅，而係一代又一代嘅女性用專業、勇氣同創新搏翻嚟嘅。由玻璃天花板就無限可能，中國女性嘅職場突圍依然有未走完嘅路。但係可以肯定嘅係，每一分嘅堅持，每一次嘅突破，都喺度書寫屬於自己嘅時代篇章啊！